来看癌症哦，是咱国人十大死因的头名。健保署今年试办癌症用药术前审查，以电子病历来申请哦。审查的时间对2礼拜减少到3天，就当来完成，甚至会当马上就审查。目前有40间病院在试办，明年会搁扩大来办理，让病人哦会当愈紧来接受治疗。癌症已经连续42年排伫咧国人10大死亡原因第一位。卫生部上新的统计，民国112年因为癌症死亡的差不多53000人，占总死亡人数的2/6。为了要延长癌症的存活率和研究量早研究，健保署今年试办研究事前审查以电子病历申请，也就是自过去纸本的病历改做用电子病历申请。审查的时间会让自原本的2礼拜缩短变做3天，甚至是即时就审查。从前端的这个基因检测的报告就把它格式化、标准化，然后到这个重大伤病申请的时候，它就需要有癌症的分期的、病理的报告等等这些，也把它数位化、标准化了。健保署讲，癌症治疗的数位转型，包括患者次世代基因定序 NGS 的资料收载、癌症重大伤病的申请。研究事前的审查申请，还有个案疗法的追踪，拢会让透过云端系统分享病人看医就医的用药资料，会让予医生更加精准的诊断甲处方。而且明年开始将会扩大办理，去识别化了后，予线上加双盲审查的机制，会让提升审查效率，也更加公平。把过去卫生系统跟医疗系统比较没办法整合的，把它变成一个互相可操控性，这也是国际的趋势，也必须要做的。健保署强调，今年已经有40间病院参加试办计划，未来将会继续推展医疗资讯互通、强化健康资料的智慧运用，并且进一步导入人工智慧 AI 工具，帮助专家审查，加速审查的流程加精准给付，提升医疗品质加效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